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新觀點，我係文哥。最近新聞就爆咗康文署轄下嘅博物館，去年度支出高達5億4千萬港元，但收入只有3000萬，蝕咗成5億。呢個數字一出，社會即刻議論紛紛。香港博物館係咪真係冇得救，定係有啲外國模式可以參考？我自己平時都會去博物館，例如 M+、孫中山紀念館、尖沙咀藝術館、科學館，好多時候都係免費入場，對家庭嚟講係好去處。但問題係，免費雖然好，但收入就自然有限。香港博物館現況 M+ 博物館設計新潮，但入場要預約，walk in唔得，令到人流受限。孫中山紀念館有導賞團推廣文化，但免費入場，收入有限。尖沙咀藝術館展品豐富，吸引內地旅客，但同樣免費，冇直接收益。香港博物館最大問題就係免費政策一刀切，無論本地人定外地人都唔收費，結果就係蝕錢蝕到入肉。外國博物館唔係全部靠政府養，佢哋有3大支柱：一、政府資助，歐洲模式，例如羅浮宮、大英博物館，政府係主要金主；二、自營收入，靠門票、特展、禮品店、餐飲、場地租借、IP 授權；三、慈善捐贈，美國模式，例如大都會博物館，靠富豪捐款、基金投資。相關例子包括羅浮宮憑蒙娜麗莎吸引近1000萬遊客，仲將品牌授權阿布達比，收幾億歐元。MoMA 設計商店遍佈全球，文創商品賣到爆。Met Gala 一晚籌到3100萬美元，成為博物館嘅吸金盛事。香港博物館要持續發展，唔可以淨係靠政府補貼，可以考慮本地人免費，外地人收費。澳門就係咁做，本地人免費，遊客收費30至50蚊。特展收費平時免費，但精彩特展收費，吸引有消費能力嘅觀眾。禮品店與餐飲提升文創商品質素，唔好只係賣普通紀念品。場地租借，閉館後包場俾企業搞活動，增加收入。IP 授權，將館藏設計授權俾品牌，賺取權利金。博物館往往富有，但現金短缺，擁有價值連城嘅館藏，但唔可以賣。太商業化會失去公益性，太清高又會斷水斷糧。所以博物館要喺文化使命同商業現實之間走鋼索。香港博物館年年蝕錢，議員建議彈性票價、特展加價、普通展保持低價。商業聯乘同金融、保險、航運業合作搞展覽，夜間包場，閉館後租場俾企業，每星期3至4場，收入可觀。但同時要避免過度商業化，否則失去文化定位。香港博物館蝕錢唔係冇解決方法，外國模式提供咗好多參考，本地人免費，遊客收費，特展加價，文創商品、場地租借、IP 授權都係可以考慮嘅方向。博物館唔應該只係燒錢黑洞，亦唔應該變成商場，要喺文化推廣同經濟效益之間產到平衡，先至可以持續發展。呢度係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幫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令更多人關注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遲啲我哋再探討更多嘅社會議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